好，瞧。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龍宮主委王大明表示，考證祈福是傳統信仰當中真具象徵意義的重要儀式。鐘聲一響，代表送舊迎新，也象徵將人的心願上達天庭。為115年揭開這項的序幕。凌霄寶殿武龍宮在元旦早時舉辦考證祈福儀式，每一個到場參加考證祈福參拜民眾，除了當上馬告成功、大吉大利、開運大紅包以外，元旦當天到廟內參拜跋杯，攏會當得到苗栗山兵馬的地腳金，象徵生命隨行護佑，新年順遂，福氣隨心。凌霄寶殿武龍宮辛苦邀請民眾把握元旦新年的吉時良辰，踴躍前來參與考證祈福活動，為家己甲親人許下生日心願，在神明祝福下，迎向全新的一年。台南新聞張世偉採訪報道。